疫苗接种卡除了记录家己所拍疫苗以外，现在佫加了一个功能。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大饭店响应政府鼓励民众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推出一起动起来用餐优惠。民众现在来到醉月楼用餐，只要出示疫苗接种卡，就当享有751折优惠。是为了鼓励就是民众呢，多多去响应政府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施打哦。那我们也响应这个政策，我们也推出，就是只要民众出示疫苗接种卡的卡片，或者是说网络上登录的一个画面哦，那我们都可以让客人去用餐的一个75折的优惠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会在指定的日期哦，因为现在餐厅也因为疫情跟人流的一个管制，它的营业时间也会有所不一样。那也希望民众在来用餐之前多多利用预约。饭店推出用餐751折的优惠，吸引消费者上门，但对着防疫相关的规定也袂凊彩，为消毒、实联制到梅花座 App 点菜、亚克力板等措施，就是要让消费者安心吃美食。当服务人叫我用 QR code 扫点餐，就是少接触，会让我觉得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风险吧，因为我自己这样我也比较方便，我可以自己看，不用说也跟朋友这样 share menu 这样，我还要跟他们看完再换我看这样。对，多一层接触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可以比较方便点餐，也可以看我自己想吃什么。防疫的部分呢，我们一定就是严格遵循的，就是政府的防疫指引哦。那就是在入口的时候，一定是要实行就是实联制、量体温、手部的酒精消毒。除此之外呢，在用餐室内的人数呢，就是含工作人员就是50个人为限，然后在桌间与桌间的距离是1.5公尺以上。以及采梅花座的一个方式，那在我们的桌上也会架设透明的隔板，然后预防飞沫的一个散播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在服务人员在上菜的部分，我们也很严谨的配上3罩1套，那就是戴上口罩、手套、防护面罩，那以及我们在上菜的时候呢，会用食物的隔板去做一个隔离。一起动起来用餐优惠时间，自即刻开始一直到8月底为止。想要用751折优惠享受美食的民众，会记得早上疫苗接种卡哦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